平安。感谢上帝，让今天我有份在台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71岁的人生，退休了，是老人了，凡事应该交办给年轻人。平常一听到这一种感受，我说把它认为是个名词，但是今天好像是实在的，好像是进行式的。多少次我要捏捏自己的皮肤，看会不会痛？是会痛，也就是要面对，要承认了。所以说，老人更讲过去。年纪大的每一次讲都是讲过去的，过去多少勇，多少猛，付出多少。由前代义长老、满族姐退休的勉励，好像就在上一周而已。但是一灭眼，怎么今天就轮到我呢？我跟死人说，这是真的吗？前几周得到，当时到今年，仔细的算一算，也有29年了，近30年的期间，感谢上帝，他不嫌弃我，差用了我这个低能又过动的小孩，但是神又告诉我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才让我凭着这个信心就动起来，完全信靠神在服事团队中坚守本分，始终觉得现在每一位富强人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富强人，都比其他邻近长老教会的会友更有福气，能够亲身经历到富强教会年隔由幼年、少年、青年，进入到现在属于壮年的时候的每一个阶段，都有神迹奇事在我们富强教会里面，而且神每一个时段都感觉到跟我们有同在的盼望。而且每一个阶段，很感谢神，每一个阶段都有神安排适当的小天使，在服侍我们，在服侍我们所要达到的标杆。比如说，我们建堂以后，25年前我们还没建堂，我们王正善兄，也就是魏鹏长老的爸爸，他有一次看到撒迦利亚书里面，一个仆人拿着尺丈量耶路撒冷几尺寸多少多少，他在那个时候感受到，我们富强教会呢，我们富强教会在10年以后，当时会有大概100位到120位的聚会，10年以后可能有250位以上的会友，而且要正堂、副堂、祷告室、牧师馆等等的感动，他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他马上计划书写了一整篇的计划书，甚至仔细到3个人聚集一个地方要1平方米，那我们250人聚会的所在的场地还有地方要多大？每一个尺寸的精密，每一个尺寸的横算，都一一的在祷告中记录起来，然后约了几个兄弟姐妹互相的研讨、谈论，还有共同在祷告中取得的一个启造的力量。感谢神，那个时候不只是王正善兄、王爸爸
还有加上有建堂主委的我们的陈兆庆长老。陈兆庆长老他是勤俭，他富有，但是勤俭坚持多侧模的主导。还有神还差遣我们昌城执事、指南姐执事，在我们那个时候共同面向神的标杆，一步一步的来把它设计营造起来，共同完成神要我们的事工。数算一下，这个时候50年了，我们用什么来回应给神？过去、现在及未来的展望。今天，让我们同享在50年的成长力，成为再来50年的新的标杆。我用25年前的脚机跟现在我们使用的比例来分享一下。现在我们使用的基地，以前是231坪，现在我们增加到对面教育中心600坪，还有一个牧师馆，总共成长了4倍。25年来，我们成长了4倍。如再加上我们可使用的楼层来讲，将近5成的成长。如果在25年以后，我最近常想，在25年以后，我们基地如果这个成长的仰望的时候，可能要达到2甲或是3甲的地面可以使用，约算起来是1000坪的使用。第二个分享比例是2004年，我们的经常会用为290几万到400万，到目前富强教会神的带领之下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年超过2000万的经常会，总共增加了5倍。50年以后，或是25年以后，我们会达到1亿。如果依这个比例，我们要达到1亿。那个时候要建堂的时候，第3项，建堂的经费，建堂的时候不到200万，170，我翻了以前的记录，178万9，开始建堂，到我们献堂的时候，9880万，差120万就达到1亿。我们总共成长了50倍，何等感谢神！我们拍手一下好不好？聚会的人数，那个时候有120位到160位，但是会籍有的还不算哦。传福音，我们知道传福音，寻找失落灵魂的起照。到目前，我们教会的人数，2堂起来有400-500位。我们会有灵命的共同聚会，增加了3倍。神的带领，神的恩典，只要我们相信，他是给你是满意给你，是所需所求的，他都应钱你。那个时候，你说有钱吗？没有钱。经费好吗？没有经费。景气好吗？失业很多。从这40年来，景气不好，什么什么，都是在我们的嘴上。但是，感谢神，在我这个退休的老人跟大家说，唯有仰望，唯有信心的呼告，神的带领，你不够的，他就给予我们。这是不是口号？这是现在你我都共同享用的福音基地，
你说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再拍手也感谢一下？很多神迹奇事在我们富强教会的每一角落，富强教会会有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显现跟同在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！感谢主，这是现况，是你我现在正可以享用的福音基地，也就是富强长老教会几十年来我们的会友组合。以制度上面的改变，由团契改变为小组的成长力，这是上帝奇妙的恩典。再加上前几任牧者及信仰前辈追随神的脚中的一个实力，感谢主。我们下午的复兴会就是，当然是。这是何等的宝贵！这是一个脚居的验证。面临喜年、自由年，神教导我们要忘记背后，拼命的向前走。我们不是自满，更是要珍惜许多辉煌历史跟神给我们的恩典。努力面前，奔驰。向我们的标语，向着标杆，就是向神奔驰。因为我们唯一相信的神，他是全能，他是万能，他是时时俯听我们的祷告的神。感谢主，在基督耶稣向我们呼召，特别是这个教会的名字叫做富强教会。富是有丰盛的生命，强是属灵的能力，不是靠人的血气，而是透过等候耶和华来的属灵的能力。同心奔驰不疲惫，懂得学习，乘着属灵的气流翱翔往上冲，共同奔向标杆，来得主的荣耀。个人觉得有几项，这几天我觉得几项我们共同来注意。福音事工的兴旺复兴，教会家庭要和睦的侍奉。第二，切记要顺从圣经的教导，生养众多，来经营上帝所赏赐的产业。我曾经建议小会，凡属于富强教会，即日开始出生的小孩子，教会有特别的祝贺金，而且每半年提出补助金，教会来关怀这个小孩子，直到5岁为止。所以我一直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姐妹，我们继续努力，生产众多。今天用这个分享来同享经历神、认识神、荣耀神、得此的救恩，让我们活在有指望中。今日用退休后的回顾，数算这50年神带领下的每一项恩典。承先启后是每一个人的责任，只是呼吁以目前神给予的恩典，富强人更要更深的认识神，祈祷神能是照亮属灵的眼睛，属天的恩赐，千万不要留在世人的面前。记住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起的也是耶和华。期待有神的带领，富强人秉持起初的火热的心，这是也很重要。共同创造，期待，也相信，也坚信，明天一定会更好。
以上分享，感谢神。